小朋友一出世，父母就要肩負重任。每一下都係一個學習，你會覺得係沒完沒了嘅學習咯，只可以咁。不過父母有時過度緊張嘅管教，可能適得其反。佢一考差啲，自己好似比佢仲緊張，仲爭少少，你個心就更加焦慮。幫佢安排晒所有嘅嘢啦，咁即係盡量要自己做一個100分嘅家長啦，好盡力咯。咁但係咧係用得未必係用得啱力咯。教育局推行正向家長運動，希望促進家長同學生嘅精神健康。家庭嘅幸福感重要，父母嘅開心度亦都好重要。但係我哋好少去睇家長嘅快樂指數。家長嘅身心狀況，正向情緒啦，正向關係咧，能夠咧改變一個家庭係好多嘅。為人父母甚艱難，家長們點樣迎難而上？冇人一出世就會好似天書咁樣已經知道點樣成為一個好父母。養兒100歲嘛，長憂99嘛，永遠都係跌跌碰碰裏邊先至學識再揾方法。教育局自2020年6月起推行正向家長運動，一直透過廣泛同多元化嘅宣傳渠道推廣正向家長教育，幫助家長建立正向思維，宣揚正確教養子女嘅方法同態度，從而提升家長正面同樂觀嘅心態，幫助子女有效學習同埋快樂成長。點解會難過？機可以插滿電係咪啊？你會鬧自己嘅，或者會怪自己點樣做得？每逢假日 ，Dora 同 Eddie 都會帶2個女女去公園玩。由於佢哋係雙職父母，平時都要返工，所以特別珍惜同女女相處嘅時間，會諗唔同嘅親子遊戲同女女一齊玩。對 Dora 同 Eddie 呢一對新手父母嚟講，生咗細路仔之後，為佢哋嘅生活帶嚟唔少樂趣，但係同時充滿咗各種挑戰。佢始終2個小朋友咧，佢哋好多時會爭嘢玩咯，係啊，即係可能有一樣嘢其中一個玩玩下，另外一個就好想要去爭。咁就算係2個完全即係我買，可能有時買啲玩具啦，係一模一樣，2件完全一樣嘅，唔知點解有一件都係一齊要爭同一件咁樣咯。作為家長 ，Dora 覺得最尷尬就係2姊妹突然喺街上面扭計，初期都唔知點樣處理小朋友嘅情緒。我唔快㗎而家。咁開頭就會覺得即係好似好失禮咁啊，就好想快啲即係帶佢哋即刻離開嗰個地方啊！我試過好多次鬧完解決唔到，鬧完佢哋就一個爆喊2個爆喊一齊喊，跟住你就發現我更加出唔到去，更加做唔到你想做到嘅嘢。我哋要走啦，我哋玩多5分鐘就走啦，好冇？可唔可以啊？玩多5分鐘，最後5分鐘，玩多5分鐘。唔得。得。你得啊？唔得㗎。但係你應承咗我。就好似每次去公園玩，小朋友都會玩到唔願走。哦，我哋要走噶啦喎，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啊？唔可以。但係我哋要翻去屋企啦，冇得再玩噶啦。Haley 要走啦。Haley、Sophie， 你哋不如過嚟呢邊啦。哦，好啦，咁。第一次為人父母，更迎接雙胞胎。Dora 同老公 Eddie 覺得好多地方都需要學習，佢哋唔單止要學基本育兒技能，仲要面對雙倍嘅壓力。我哋本來就係有一個好期待、好興奮嘅心情嘅，係諗住有2個小朋友，咁跟住到2個小朋友真係出咗世之後咧，跟住就完全唔知點湊，跟住就慘啊，點算好咧？成日都唔知點樣湊佢哋先至係最好咯。諗翻起都有啲感觸嘅。出咗世之後咧，就喺
即係唔同階段一路睇，即係先開始睇咯。係啊，可能即係睇啱啱出世嘅時候睇書啦，或者上網睇人哋啲講座啊，咁樣點樣去湊佢哋啊。佢哋而家大下，即係開始翻學啦，咁可能又再睇多啲翻學嘅即係教育嘅資訊啊，邊度可以揾得多啲嘅活動啊，俾佢哋咁樣咯。以下那項不是擴展成長思維嘅小貼士。Dora 同老公 Eddie 喺網上揾到一個有關家庭抗疫力嘅網上課程，可以靈活自由咁選擇幾時上堂。通常等兩個女女瞓咗覺，佢哋就會上堂。佢哋都覺得課程對佢哋嘅幫助好大。其實真係會令我哋即係多咗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，係啊，即係到咁上下，你可能真係諗住想差唔多要發脾氣嗰下，跟住你就真係會停一停，吸一啖氣，跟住諗下，其實可以唔使發脾氣，應該有其他方法嘅。咁樣我哋會見到，真係要諗一啲成長嘅思維，一啲 growth mindset， 咁係即係點樣係會覺得其實一個難題係可能令到個 family 更加團結啦。喺個過程就會即係知道對方嘅諗乜嘢咯，係啊，咁所以到日後要解決問題嘅時候，可能會大家一齊可能大家想法知道大家嘅想法可能唔同，咁但係可能會一齊去傾邊個方向，邊個方法好啲咁樣咯。初為人父母，好似 Dora 同 Eddie 喺兩個女女出世之後，無論係育兒嘅壓力定係角色嘅轉變，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。呢個課程涵蓋家庭信念、家庭運作同家庭溝通，旨在提升家庭抗逆力，令家庭識得點樣面對生活日常嘅大小挑戰，以正向思維面對逆境。正向家長運動裏邊咧，我哋幾強調嘅，第一，我哋講緊一啲家庭有冇一啲共同嘅信念，係啦，即係信念係好緊要嘅一樣嘢。點樣可以令到一家人可以一條心咧？就唔係一個分工，係啦，你做你嘅，我做我嘅。梁善儀留意到，香港好多父母好努力想做好父母嘅角色，但係同時亦都加諸太大壓力喺自己同細路仔身上，令到家庭面對好大壓力。一放咗學就打仗㗎啦，係啦。咁尤其是幫佢去溫習功課，或者聽日要默書測驗咧，就呢個打仗嘅氣氛就更加濃厚啦。呢啲父母咧，將所有嘅責任放咗喺自己度，所以我今日嘅安排要做得最好。喺處理家庭問題上，不論係父母之間，抑或是同子女之間，經常會有衝突，並且會有好多負面嘅情緒。如果能夠學習用正向嘅相處模式，就可以讓家庭關係更加緊密和諧。呢個 upside down 係咩嚟㗎？好細啊，但係咩嚟㗎？見對方有困難啦，我去幫佢，係啦，我唔係好計較。我知道我老公煮嘢唔叻，但係佢肯煮已經好好㗎啦嚇。即係呢一種我諗係感恩嘅心咧，係好緊要嘅。不過一個家總會產生好多衝突。父母對子女嘅期望就係其中一個最大嘅衝突點。望子成龍係每個父母嘅心願，不過可能會適得其反。Kitty 從事教育行業，佢有2個仔。由於佢好熟悉香港嘅教育制度，又會幫好多學生規劃學習前路，所以一直以嚟佢都好着重個仔嘅成績。Kitty 細仔讀緊小3，大仔就讀緊大學。以前大仔小學嘅時候，幫佢報讀各式各樣嘅補習班同興趣班，甚至會跨區去上堂，時間表都排得密密麻麻。以前一家人一齊坐低食飯嘅時間都唔多。而家你唔去做好呢個學業嘅準備，你到時就唔夠競爭㗎咯。可惜當時大仔嘅成績都係未如理想。每逢考試，身體都會出現焦慮狀況同埋壓力反應。就係以前覺得媽咪比較嚴厲同埋比較嘅強勢咯，我會感覺到壓力好大咯。我係唔會覺得佢有壓力嘅，而且我覺得佢係未盡力嘅，即係我仲會覺得佢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樣樣。你唔想做係因為你未夠努力，因為你而家唔努力，可能你之後就會更加唔好啦，咁樣樣咯。就算仔仔幾努力都好，Kitty 對個仔嘅表現都係唔滿意。Kitty 亦因為仔仔嘅表現變得越嚟越焦慮。
香港城市大學舊年7月公布一項有關中小學生、教師同埋家長精神健康調查，發現近30%嘅小學生認為有中等程度或以上嘅抑鬱，中學生更加接近50%，當中有超過30%中學生家長有中度或以上程度嘅抑鬱。調查亦顯示，如果家長有較多負面情緒，壓力水平對孩子嘅控制度越高，孩子嘅焦慮程度亦都越高。家長嘅情緒係好影響小朋友。小朋友咧其實就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啦，就吸晒家長所有嘅情緒。咁如果家長係唔開心咧，咁個小朋友亦都會係唔開心。郭教授建議親子之間最重要係坦誠溝通，家長要學識接納孩子嘅唔完美，多啲了解孩子嘅情緒，透過共同解決問題嘅過程，增進親子之間嘅理解。要有個成長嘅思維啦，即係要相信小朋友係可以改變嘅，係可以做得更好嘅，唔好放大佢嘅錯誤啦，係應該放大佢嘅優點啦。咁多啲去了解佢個行為背後嘅一啲嘅原因，咁就針對個原因咧嚟到係去幫佢咧去解決個問題。要孩子快樂成長，家校合作亦係十分重要嘅一環。下一節再睇。從事教育工作者嘅 Kitty 有2個仔，而家經常都會接細仔放學去公園玩，幾乎係每日嘅指定動作。去公園玩下先，好冇？好嘛？即係接佢放學咧，咁我哋都會去傾翻啲開心啲嘅嘢。佢每一日佢嘅開心嘅笑容，咁其實呃唔到人嘅。而家 Kitty 比起以前改變咗好多，唔再只係放眼喺仔仔嘅學業成績，亦都會關心仔仔嘅個人情緒。曾經有好多朋友都話我：哎呀，你係咪好緊張啊？你好容易皺眉頭講嘢啊咁樣。咁其實可能呢啲潛意識嚟嘅。咁我而家對於我個人嚟講，其實我會輕鬆咗好多。如果我自己做家長都唔快樂，咁我諗我冇辦法教到一個即係快樂嘅小朋友。咁所以要自身成長咗先咯。Kitty 開始明白，作為家長，自己嘅心態同成長對於小朋友嘅影響有幾重要。佢發現小朋友嘅快樂同埋成長，有時只係需要簡單嘅陪伴同埋關愛，而唔係過分嘅壓力同期望。其實小朋友佢哋咧要嘅嘢可能好簡單，係啦，因為我大仔曾經同我講過。咁問佢，其實你覺得最幸福嘅事情係乜嘢啊？咁樣，咁佢話俾我聽，有幾時你同阿細佬咧一齊開車嚟接我放學，然後咧又同我去食雪糕去玩，我覺得已經好幸福。咁原來小朋友佢哋要嘅嘢，佢需求可能好簡單，慢慢其實你自己都唔會咁焦慮啦。咁佢自然都會成長到嘅。Kitty 當時喺養育小朋友上有好大壓力，亦都令整個家庭關係十分緊張。佢有咁大嘅改善，源於喺朋友嘅介紹之下，開始接觸正向家長課程，希望改變一下自己。我同爸爸都係做得最犀利嘅時候，即係佢覺得啊，讀個書啫，好似一家大細都同你一齊作戰咁樣樣，好緊張㗎。即係翻嚟屋企唔肯開電視啊，成個模式好似顛反咗，即係正常生活嘅狀況咯。Kitty 參加咗一個有關正向家長嘅課程之後，開始反思自己嘅角色同身份，明白到做媽咪同埋做專業人士係兩回事。以前佢可能將教學生嘅標準放喺仔仔身上，但而家佢意識到做家長需要唔同嘅心態同技巧。咁以前因為即係未將自己嘅身份去變翻啊，咁而家我會知道哦，媽咪
同即係無論你喺公司，可能你係老闆，你係 CEO 或者你係校長，其實你媽咪就係媽咪，亦都唔代表你識做家長㗎。係啊，咁即係你要去。以前我妹可能都仲係用覺得用嗰種專業去要求小朋友咯。咁但係其實當你做媽咪嘅時候，因為每個小朋友咧，其實個獨特都係唔一樣㗎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Kitty 慢慢體會到，孩子成長嘅路唔一定係直線，總會有好多跌跌撞撞。但係作為家長，要保持開放嘅心態，同小朋友一齊迎接人生路上嘅挑戰。好啦，我都明白。小朋友考到95分，讚賞唔係令到一個人進步，數得出即係幾多次咧？咁鬧佢會鬧幾多次啊？一早已經鬧過，點解鬧咩咧？今早譬如假設話俾你聽，我今朝正向家長學院創辦人梁辰文經常會舉辦家長講座，佢希望帶出家長教育嘅重要性，令家長學習正向思維，幫助家長明白用積極嘅態度同方法，可以同小朋友建立更健康、更緊密嘅關係。個社會越來越多學童嘅自殺，反映緊好多人嘅心理健康、情緒健康都出現咗一啲紅燈，亮起一個好嚴重嘅信號。咁所以我哋好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，讓啲家長明白：第一，我哋要教小朋友情緒溝通之餘，我哋自己嘅情緒係咪穩定嘅先；第二，學咗一啲方法，一步一步引導翻個小朋友識得去表達個情緒，其實係重要嘅。同表達係兩樣嘢嚟。呢間學校定期舉辦正向家長課程，希望俾家長學習從小點樣教育子女，以及享受同小朋友一齊成長嘅樂趣。其實咧，我哋學校咧好着重家校合作嘅。我哋有句口號咧，就係家校齊心，幼兒獲益心。咁家庭裏邊咧，家長就係老師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嗱，學校嘅老師佢有受過專業嘅培訓，但係講真，家長嚟講咧，佢就係未有呢個培訓啦。經常話贏在起跑線上。現時唔少家長喺幼稚園已經要子女學習唔同學科同技能。校長陳偉珍認為最重要係家長減少比較嘅心態，要發掘小朋友一個潛能，你要俾小朋友多啲去欣賞自己，懂得欣賞自己。家長亦都要懂得欣賞你嘅小朋友。從小建立良好嘅家庭關係，讓家庭成為小朋友日後最大嘅保護網。梁辰文期望更多家長唔只係追求孩子嘅成就，更重要係投放更多愛同埋關懷。我諗喺屋企無論咩環境都好，愛係首位嚟嘅。即係如果個屋企淨係講道理唔講愛咧，你發現幾有道理都聽唔到。有啲人咧，佢譬如個仔病咗，佢會成日鬧個仔：你做咩唔着衫？你做咩唔飲多啲水？其實愛緊㗎，不過方法令到對方難受啊。所以學習點樣愛人同埋被愛係重要嘅。教育局回覆鏗鏘集查詢，指一直以家長為本嘅方針同埋學校為主、社區為輔嘅方式。根據教育局推出家長教育課程架構，俾家長更有系統地學習培育子女所需嘅知識同埋技能，促進孩子健康、愉快同埋均衡嘅發展，提升家長嘅身心健康，以及加強家校溝通同合作。要做到家校溝通，家長嘅積極參與係好重要。呢班家長喺學校圖書館講故事俾學生聽，個個都好俾心機咁講，希望小朋友會投入，感受到故事嘅樂趣。係第一次，真係好緊張，因為即使之前真係上咗幾堂咁樣啦，學過咁樣，亦都即係喺課堂上面老師同我哋練習過，但係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，真係同小朋友嗰個喺度講故事，咁有少少驚自己會有啲甩漏啊，講得唔係咁好啊。呢班家長早前上咗幾次講故事工作坊，家長張佩君話學到好多唔同嘅技巧。佢由細到大，即係9年嚟啦，佢都係唔中意一講故事，佢可能會覺得好沉悶啊，冇乜興趣。嗱，老師教我哋帶佢入去，提起佢興趣，亦都當中教佢點樣去觀察，亦都等佢學識回答啊嗰啲。
啊原來咦真係得喎！佢突然間佢好有興趣，跟住同我講：媽咪，好啊，每日同我講故事，好多故事書裏邊都有好多道理啊，或者有啲佢可能之前諗唔通嘅問題，可以教到佢。我哋今次嘅嗰個故事爸媽嘅目的咧，係好重要咧，去建立咧一啲溝通嘅平台啦，同埋一啲互動啦。希望咧親子之間咧都有一啲平台咧，去讓佢哋接觸同埋了解嘅。特別係一啲正向嘅信息，例如感恩啦、樂觀啦，希望咧都能夠帶過俾小朋友嘅。校長陳雪君認為家長係學校重要嘅合作伙伴，係支持孩子成長嘅重要基石。所以校方會規劃唔同類型嘅家長活動，以家長為本，照顧家長不同方面嘅需要。家長其實而家咧面對嘅壓力同埋挑戰係好大嘅，要湊小朋友啦，又要工作啦，或者照顧老人家啦，以至到咧都冇時間咧去處理自己嘅身心靈嘅健康。我哋會舉辦一啲小一適應家長系列啦，另外我哋會舉辦多元智能嘅興趣班。例如早排我哋都會舉辦一啲輕鬆啊、減壓嘅行山活動啊，同埋做一啲靜觀嘅活動，讓到家長咧能夠輕輕鬆鬆咧去度過唔同嘅時刻。今日我哋第一次啦，呢個故事爸媽嘅實習啦，你哋覺得最大嘅得着係啲乜嘢啊？我自己都 feel 到，哇！我原嚟啲同學即係原嚟喺一齊，你自己都投入咗，好投入，開心嘅，好開心啊！之後佢哋咧去發自內心同我哋傾下偈，自然啲啊，自然咁樣，自然咧，佢就帶動咗佢哋啲心事出嚟咯。家長張佩君經常都會參加學校唔同類型嘅講座同活動，佢覺得不單止提升咗育兒嘅信心，亦令佢更加有方法同細路仔相處。細路仔個性格唔同，我哋處理方法唔可能一樣。咁即使學到嘅嘢，有時可能我哋都要轉化啱唔啱個小朋友咯。咁學咗之後咧，真係因為好多方法處理，咁變咗嗰個效果就真係好多。係啊，唔需要自己一個人咁頭痛。對於家長嚟講，活動唔單止係學習嘅機會，鼓勵家長以積極嘅心態面對育兒挑戰，更加係彼此支持嘅平台，等佢哋喺育兒路上唔再感到孤單，並且可以揾到更多啟發孩子潛能嘅方式。好似佩君一樣，佢喺陪同小朋友長大嘅過程，自己亦都係一直學習成長。如果我唔放多啲時間，小朋友好快過噶啦個時光。你唔把握機會去教育佢，其實都好快，佢會慢慢唔聽你講。有同伴一齊，無論媽媽或者小朋友都要有同伴。當我哋有同伴一齊去行，唔再覺得自己係孤單嘅時候咧，條路好行好多。做個好爸媽，從來都唔係一條容易嘅路。喺呢一條漫長嘅旅途當中，父母同孩子係一齊成長嘅夥伴，攜手面對成長路上嘅風雨，先至能夠迎接屬於一家人嘅陽光。